继续赶快是天气的消息，有一个真大的气旋或者风经呢扫入去印度的南部，当地是透风落雨真严重，甚至主要的机场嘛因为安尼暂时关起来，也那车路嘛做大水。目前印度官方是还无公布上新伤亡的统计，不过这个气旋伫咧顶日啊扫过斯里兰卡的时阵，都已经造成12个人死亡。 城内路拢变做一条溪，所有的厝拢浸伫咧拢是6公米的水内面。气旋风格尔伫11月30暗登陆印度南部，伫大风雨过了后，看到真侪人排着家火，撩水要避难。坦米尔纳都邦受损真严重，水淹到脚头骨遮尼悬，要行拢真困难。真侪人拢甲囡仔挨掉的。当地青南机场也因为大风大雨，规个关起来，真侪旅客被迫留伫咧机場，等风雨趕緊走。हम लोग रात शाम को 5 5:30 बजे से इधर वेट कर रहे हैं। हम लोग कुछ और हम लोग का अभी नेक्स्ट फ्लाइट चाहिए, नहीं है तो रिफंड चाहिए, कुछ तो रेस्पॉन्स चाहिए。 风格尔伫几工前扫过斯里兰卡沿岸，造成至少12人死亡了，就登陆印度南部，威力也是真大，但是也是有人唔惊，徛伫咧大桥顶看景，实在真危险。 伫咧气旋登陆进前，当地至少就疏散危险区域嘅471位居民，送去较安全嘅所在，学校也拢停课。We have taken abundant precautionary measures, including evacuation of the vulnerable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and moving them to a safe and sheltered place. 印度嘅气象局预告，风格尔威力会愈来愈小，青奈机场暂时停飞航班，也已经伫咧礼拜透早恢复。不过，风格尔造成嘅灾损加伤亡，也怪统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